姿態可會令你更心酸？留在汽車裏取暖，應該怎麼規勸？怎麼可以將手腕忍痛劃損？人活到幾歲算短？相戀只有更短，歸家需要幾里路，誰能預算？忘掉我跟你恩怨，櫻花開了幾轉，東京之旅一早比一世遙遠。誰都只得那雙手，靠擁抱仍能任你擁有，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。曾沿着雪路浪遊，為何為好事淚流？誰能憑愛意要俯視生是有？何不把悲哀感覺假設是來自你虛構？試管裏找不到他